新婚之夜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姐姐，怎么了？他对你不好吗？不是。那你怎么这么难过呢？姐姐，有一件事我憋了很久，除了你，我不知道该跟谁说。什么事啊？这是冷宫那把火烧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姐姐不好，这不怪你，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曾大哥说。他那么爱我，可我却骗了他。日子越久，我心里就越不安。而且我用的这个东西是有毒的。最近我已经时常发觉身子不舒服，我怕再用下去，我真的会没命的。你疯了！既然有毒，怎么还能用呢？俗话说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相貌算什么？命才是最重要的。牡丹，你应该马上跟曾静说清楚。如果他真的爱你，他就不会在乎这些的。如果他在乎呢？那就说明他不是真正爱你。如果不是真爱你的人，光凭你的相貌，又能留住多久呢？将来你人老珠黄的时候，他不一样还会嫌弃你。好妹妹，听姐姐的吧，把事情都告诉姐姐，让姐姐帮你分析分析，看看是不是应该把一切都告诉她。来，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是在冷宫，当时他在逃命，我救了他。昨晚睡得好吗？挺好的。来，过来，让我看看你。你是谁？我是牡丹啊。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脸被大火烧伤了，我担心你看到我会害怕，就一直用这个盖在上面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一定是在做梦，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。哎，曾大哥，你起床了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是牡丹呐。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姐姐，你就别再闹了。曾大哥，是这样的，我姐姐脸上受了伤，她说想替我试探一下你对我是不是真心的。我都说了，你对我啊
肯定是真心的，怎么会在意我的相貌呢？不用试也知道。可他就是不听，我也说不动他。姐姐，你说是吧？是真的吗？是。看来我没有通过考验。每个男人都经不起考验。你们两个新婚燕尔，好好珍惜吧。我走了。牡丹，你也看到了，他不是个经得起考验的男人。我冒充你，是不想你再用那张假脸伤害自己，欺骗自己。只是这些吗？那还有什么？就李卫。人的感情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。恨的另一面就是爱。你有多恨他，就表明你有多爱他。虽然你心里一直想他死，可你却不允许别人伤害他。我说的对吗？不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是也好，不是也罢，姐姐心里应该最清楚。不过你要知道，如果李卫逃出去，势必会对曾大哥造成威胁。所以，就算你现在冒充了我，我也不会让曾大哥冒这个险。那你要怎么做？现在我已经是你了，我可以跟曾大哥说，我很爱李卫，我要带他走。可是，又怕他对大家造成威胁，所以我要把他的舌头割掉，再把他的手筋、脚筋都挑断，这样他就回不了京城，曾大哥也就安全了。你可以替我继续保留在曾大哥心目中的美好形象，我也可以替你照顾那个让你爱了一辈子又恨了一辈子的男人。这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吗？李卫，快！怎么样？他们跟来了吗？没有，他们此刻去码头订了回江南的船，下午就要处置你。我找了个借口，好不容易才留下来。快走！怎么了？快走啊！你不能走。我不能走，为什么？你又要抛弃我？怎么会呢？我是想，倘若我们两个就这么走的话，他们很快就会追上来。就算追不上，他们也会是个隐患，我们的日子一样过不踏实。我想你不走的话，留下来也好。一来可以阻止他们追我，二来我们可以秘密联络，知道他们踪迹以后，我可以把这帮贼党一网打尽，到时候我们的好日子就来了。这……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吗？好，大不了我们俩一起死。哎，好了，我信你，信你还不行吗？不过你给我听好了，如果你再敢辜负我的话，就算你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杀了你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辜负你的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哎，我怎么跟你联络呀？哦。
上小心点儿。哎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把李卫放了。什么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你知不知道，这样会害了曾大哥的？我知道。可你不是说过吗？有多恨，就有多爱。既然我改变不了这一切，就只能让自己心安。不行，我得赶快告诉曾大哥。喂，不能去！哎，你放开我！你不能去！放开我！不能去！你不能去！哎，你别去！你们干什么？哎，曾大哥，曾大哥，你快劝劝我姐姐吧。她把那个李卫给放了，还把我打伤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胡说，我才是真正的牡丹。你怎么可以这样颠倒黑白呢？够了！姐姐，你怎么还可以说你是我的话呢？我跟曾大哥可是患难之交。当初他在冷宫生病，是我用水淋湿了我自己，用身体替他退烧的。这种事情，旁人怎么会知道？你太过分了！这些都是我告诉你的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太过分了！你这女人真过分！牡丹一次又一次帮你，一直对你那么好，你心里就一点姐妹之情都没有。来人，把她抓起来！是。哎，不要，不要！曾大哥，不管她怎么对我，毕竟她都是我的姐姐，你还是别伤害她了。今天看在牡丹的份上，我就放你一次，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走。曾大哥，我还以为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，没想到。好。我走。曾大哥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李卫跑了，他一定会带人来围剿我们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得赶紧撤离。百合，准备撤离。是，我们这就准备。走。菜来了。山野地方，没什么好招待的，各位请见谅啊。这些已经很好了，
谢谢二位啊。用不了这么多。哎，这一定要的啊！哎呀，来，谢谢谢谢啊！不客气不客气啊。拿着吧。哎呦，这那几位客官慢用啊。慢用啊！快来快来，把你的药喝了。太苦了。你现在身子那么虚，身上又有伤，不喝药怎么能好啊？那有没有什么奖励啊？最多我一会儿坐在你身边。好。哎，十七，我主子过2天就生辰了，你想过送他什么吗？我当然有礼物送给他了。莲儿，那天你走得太匆忙，把它丢在院子里了。后来我就每天擦它，擦得比以前还亮呢。喂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主子，哎呀，这里就这么大点地儿，跑不远的，你放心吧。先吃饭吧啊。吃饭吧。你干什么呀？吓死我了！我睡不着。你睡不着来我这里干什么？快回去睡觉啊！哎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你跟我来，你来了就知道了。走。哎，喂，这么晚了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他送你那个珠子，就那么重要啊？就为这事儿啊？你也真是的，那珠子本来就是我的。我不管，反正他送珠子的时候，你很高兴的样子。一颗珠子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可以送你很多很多。很多很多？对。灵儿，灵儿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灵儿，最多我答应你，我不再和老17吵架了。灵儿，灵儿。大嫂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我看大家吃的特别不好，
我想出来采点野菜，给大家换换口味。好，那你采到了吗？没有，这里实在是太荒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啊，我去那边看看啊。你刚才看到他在干什么了吗？好像在传递什么讯息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可牡丹他没有理由这么做。事关那么多兄弟的性命，咱们不能掉以轻心。不管刚才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咱们都得好好提防他一下。这个李卫怎么到现在都不过来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会不会被他们发现了呀？真是担心呢。曾大哥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什么事？我们可以回祠堂住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怕李卫带兵来围剿吗？他就是想，也是有心无力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我刚刚带着几个兄弟去下面看船期，不料在山谷里发现了李卫的身影。他好像跑的时候太急，摔下了山坡，眼看活不了几天了。太好了！好，太好了！狗皇帝现在生死未卜，没有他确切的死讯，我回江南也不安心。现在我们有了落脚点，办事就方便多了。那我们快去收拾一下吧。走走，这下好。李卫，李卫，李卫！哎呀，李卫，李卫，哎！百合的方法果然有效，你真的在出卖我们。可是我就是想不通，你为什么要出卖我们？很简单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牡丹，走掉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牡丹。我真是瞎了眼，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认不出。老天活该让我受这样的惩罚。别想逃了！我要留下你，引李卫入局。我倒要看看这个贪官究竟有多大本事。本事虽然没有，但是对付你这种反贼，真是绰绰有余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会把你救出来，你现在信了吧？你这个混蛋无赖，你知道吗？你都快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。你放心，猫有9条命，我这个混蛋无赖也有9条命，就算要死的话也没那么容易，要先把欠你的债还完了，我再死。大哥，这么多官兵怎么办？一个都不能放过！张大人，我姐姐说了，要我多向您请教。如果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您可得多帮帮我。国舅爷过奖了，你年纪轻，又立过战功，是难得一见的人才。虽然才刚刚调到军机处，可实力一点都不差。老臣只能说是吃长几岁而已，哪里谈得上帮忙2字啊？张大人这么说，不会是在推却我吧？哦，我已经下定决心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了。过去张大人若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，还请把这一篇都接过去。我是诚心诚意的。是，国舅爷能有此心，难能可贵啊！老臣自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大人，大人，
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怎么了？刚刚李卫传了一份快报过来，说在承德附近抓住了刺杀皇上的宁古塔逃犯，不日就要押解回京了。什么？这可真是太好了！快报现在在哪里？已经送往军机处了。好，国舅爷，我们先告辞了。张大人，请。这几个刺客倘若被抓住，必然会招出我宁古塔的那些势力，到时候我就算想活也活不了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皇上，这么神神秘秘的把我叫过来，什么事啊？大人放心，肯定是好事，不然我哪敢惊动大人呢？快说快说，我还有事。皇上回京了。我怎么没得到消息啊？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皇上好像失去了记忆。臣就把皇上接到家里来，先伺候着，想跟大人您商量之后再做决定。李卫没跟他在一起吗？没有，就他一个人。这就奇了，李卫的公文刚到，皇上就失忆了，这真是天助我也！要是皇上落在我的手里，那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大人，若是我们能够唤起皇上的记忆，引皇上回宫，这可是大功一件呐！哼，我就说嘛，你能有什么好事想着我？原来是为了你自己升官发财啊！你的官太小，见不到上面的人，就想让我来帮你牵个线，好保你立着一大功。我说你小子够贼的呀！啊！大人，这不是咱俩一起的功劳吗？好，那我就帮你牵这个线。不过眼下皇上还没有恢复记忆，就这样贸然地把皇上送回宫去，恐怕会有所不妥。过一阵子再说吧。切记，这段日子里，你给我好生伺候着，我保你将来有好果子吃。这，请。哎呀，这画画的也太一般了。是啊，这画太一般了，这样也敢拿出来卖，是不是穷疯了？喂，不懂别胡说啊！我5岁就开始学画了。你那是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，谁信呀？对不对？对。喂，你们要不买别捣乱啊！去，这哎呀，就这破画，白给我都不要。
卖画了，卖画了！看一看。哎，这位大哥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什么？啊，去。不要紧啊，一个一个来。谢谢啊。画卖光了，明天再来吧。蓉儿，你看，我能赚钱了，我能赚好多好多钱了。你真了不起。回头啊，我会3书6礼去你家提亲，你一定要在伯母面前多帮我美言几句啊。谁要嫁给你了？净瞎说。啊。蓉儿，额娘给你端了。哎呦，我心里真是难受啊！看人家的一个个闺女都嫁得很好，穿金戴银，吃喝不愁。可我的女儿呢？原以为你姐姐嫁进宫去就可以享福，结果倒好，却跑去守灵了。再看看你，每天忙着缝啊、绣啊、洗啊，辛辛苦苦赚那几个钱，就为买这一张张破画。哎呦，蓉儿，来我们家求亲的公子哥不在少数，你为什么偏偏要看上那个连爵位都被夺了的荒唐王爷呢？他有才华，他善良，我就是喜欢他。哎，喜欢，这喜欢能当饭吃吗？啊！哎呦，我一看到这些画我就来气。哎，你别动，你别动我这些画。你要是不高兴，你可以打我，也可以骂我，就是不要动这些画。你呀，就抱着这些画当饭吃吧。伯母，伯母，我是来提亲的。对不起，我女儿还小，我没打算让她现在就嫁。额娘，王爷请回吧。额娘，好吧，既然你是来提亲的，那我们就说说提亲的事儿。王爷，你现在爵位没了，俸禄也没了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拿什么来养活我们家蓉儿呢？伯母，朝廷上的俸禄虽然多，但那不是我自己的。我现在自食其力，靠卖画来挣钱。虽然说赚的不算多，但是我敢保证，一定会给蓉儿幸福的。画画，挣钱？你以为你的那些画真的能卖钱吗？额娘，你说什么呀？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事关你的终身幸福，要是现在不说清楚，那将来怎么得了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额娘她心情不好，你别怪她。这个画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还真以为你的那些画能赚钱呢？额娘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要不是我们家蓉儿起早贪黑的，又做苦工又洗衣服，拿钱买你的画，你赚什么钱呢？额娘，还不止这张呢，你等着，我拿给你看。额娘，怎么会这样？你看看吧，啊，你看，你自己看看。额娘，你看看这些东西啊，只有我们家蓉儿把它当成宝，对其他人这不过是堆废纸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？嘿，你吼什么？啊？他为了你的面子，为了让你开心，他做了那么多事，你还冲他吼，你还是不是人呢你？额娘，有本事的男人就养女人，没本事的人他就靠女人养。我真替你害臊。王爷，蓉儿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。要不然，
你就拿根绳子勒死我算了。哎呀，这……哎呦，我的大人呐，您可来了！皇上他不见了。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白天伺候的好好的，这忽然之间人就不见了。不怕，来人，把我的黑虎带上来。这，参见大人。哎呦，嗯，皇上用过的东西呢？我带进去，我带进去。咱们出门这么多天了，我那丫头看不到你，肯定急死了。灵儿，灵儿，啊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我想出去走走。那我陪你吧。不用了。我想，明天就要离开这儿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回来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好吧，天黑了，你小心点。他心里还想着他。是你？我在这等你啊！我没有说过我要来这里啊！我不管，反正我就在这等你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！我好不容易费尽千辛万苦把你送走，你却要自己跑回来，你这个样子我会很不开心的。可是我也不开心的。如果我跟着你，你不高兴的话，那我可以不跟着你，我可以在这等你，一直等你回来。我想这样你不会不开心吧？去前面看看。走。好像有很多人来了，是不是找你的？啊？一定就在这附近，好好找找。这些人怎么这么可怕？你不用怕，他们都是你的手下。倒是我，万一被他们发现了，就麻烦了。要不我还是跟他们走吧。你和我在一起也不高兴。记住，一定要开心。我走了。臣札兰泰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找我啊？臣听闻皇上遭到劫难，特来救驾，望皇上体恤臣等，立刻随臣回宫。好吧。皇上，请。哎呀，大人，你下去吧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这是我府里的名医，特来给皇上看看病，怕人多看不仔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下去吧。好，那我去给你们准备饭菜啊。嗯。皇上，看这个东西，这东西是不是很漂亮？皇上是不是很困，很想睡？那就睡吧，不要睁眼。你这个方法好使吗？大人试试就知道了。皇上喝茶。
皇上坐下。皇上，您说封扎兰泰大人做大官，封扎兰泰大人做大官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下子别说李卫那个案子了，就是整个天下都是我们的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停！把车拉走，快！主子，万岁爷已经平安回宫了，主子是不是也应该安心了？皇上怎么了？目光呆滞，眼中无神，完全没有表情。这不像是一个活人该有的状态。皇上到底是怎么了？这个人长得好奇怪啊！哪个？皇上身边的那个。我之前在尼古塔见过他，是一个江湖术士，一直跟着扎兰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太监。是吗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